后来继续是学校不当的管教，先来看高雄一个国小的特教老师过去，和几啊名的家长集体来控诉，讲上课冒费，佮甲家长推销来路不明的直销食品，但是毋但无防时头路，佮顺利调动转到偏乡的国小继续来教册，安尼才有妥当咧。家长跟老师沟通不良，安尼无叫啥物沟通良啦。家长真正有够生气，因为学校特教班一个特教老师教册行为，互人看甲袂做咧。影片点出来，来。上课播影片，老师伫边仔咧耍手机啊。全世界最好喝的西班牙。佮甲家长推销来路不明的直销产品，甚至互这个发展卡班的囡仔家己行落去12坎的楼梯，互家长真唔甘。在他面前，连人带椅带桌子，整个掉在地板上，那个就是我的孩子。那一天是陈老师在授课的时间，他就在他面前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但是陈老师没有发现。英国后，真侪家长集体控诉无责任的细谈的特教老师，经过东盘的调查，确定讲伊教学不力，不过伊毋若无被改评，甚至成功调到较偏僻的学校，互家长着惊。伊这案例安尼，阮也无适合伊来阮学校。所以即马做烦恼的。嘿啊，家长嘛拢咧讲啊，拢叫我出来讲啊。家长一部分批评教育局甲学校，拢伫为这个无责任的老师，教育局冇做说明。那这就按照规定，那组成调查小组，我们也有请，就是教师的代表，就是优秀教师担任这个辅导员。好，那经过调查小组的评估，他是辅导有成效。强调讲是经过辅导评估了，才会转调到较庄卡的国小。今后家长无得接受，会强烈要求教评会撤回陈老师的改聘案。